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新闻中央电视台的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印南之旅返回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发布新闻声明，强调尊者与爱普斯坦档案无任何关联。藏人行政中央严正警告伪造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心头文件之行为。26国代表齐聚瑞士出席第6届日内瓦论坛。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致函祝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爱沙尼亚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捍卫土伯特儿童权益之声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孟哥德的哲蚌寺国芒学院展开近2个月的修养、弘法及重要活动后，于今天2月13号上午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受到各界僧俗信众的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2月9号从哲蚌寺国芒学院启程，经胡布利市搭乘专机前往新德里。在抵达新德里的因德拉甘迪机场时，达赖喇嘛尊者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吉美炯乃和各方代表的隆重迎接。在新德里休养数天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上午抵达印北达仁萨拉近郊的冈格拉机场。在前往达仁萨拉请功的沿途，数千名僧俗藏人、各国信众及当地民众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隆重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达仁萨拉。自2025年12月12号至2026年2月9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在哲蚌寺国芒学院居住期间，先后出席了印南各寺院和藏人定居点举办的长寿法会，为僧众授予比丘戒和出席格鲁派年度辩经法会，并参加了尊者已故兄长加勒敦珠逝世1周年追思法会。在此期间，尊者还接见了15935名来自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僧俗藏人、信众和访客。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于上周日2月8号发布声明，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与爱普斯坦档案无任何关联。这份声明指出，近日部分大众媒体与社群平台发表有关爱普斯坦档案之报道，并试图将达赖喇嘛尊者与杰佛瑞·爱普斯坦联系起来。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明确确认，尊者从未与杰佛瑞·爱普斯坦会面，也未曾授权任何人以尊者名义以其进行任何形式之会面、联系或往来。对此，藏人行政中央也于本周一2月9号发表声明，严正驳斥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与杰佛瑞·爱普斯坦会面之不实指控，并且针对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普斯坦档案，藏人行政中央危机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全面审查，并由计算机资源中心进行技术与语境分析，确认尊者本人及其代表从未与爱普斯坦有任何会面、往来或知情行为。相关指控被指源自部分中国国家关联媒体的协同抹黑行动，企图损害尊者声誉。藏人行政中央强调，所有的所谓提及均属第三方推测性内容，未建立任何实际关联，并呼吁媒体秉持专业审慎原则，避免传播虚假信息。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三2月11号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部分社交媒体账户冒用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官方信头，伪造文件并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根据调查显示，一名以卡利斯托里斯为名运作的虚假账户，通过脸书群组自由土伯特运动发布伪造文件，引发误导与公众恐慌。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经初步调查发现，该账户于今年1月17号加入该群组，并发布涉及流亡藏人社区选举的虚假内容。相关信息源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中文网站 Wisca.com。
该网站长期发布带有偏见与分化倾向的文章，事发后群组管理员已移出涉事账户。藏人行政中央呼吁公众提高警惕，谨慎辨识网络信息，并在发现虚假新闻时及时通报安全部门。另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连同驻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主办的第6届日内瓦论坛于本周一2月9号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揭幕。本届论坛为期2天，主题为压迫与韧性，土伯特及中国境内的人权问题。来自26个国家的政要、国会议员、专家学者及观察员齐聚一堂，与会人士一致表达了对土伯特自由事业的高度关注与坚定支持。资政边巴次仁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论坛旨在弥补藏人长期在国际平台发声不足的问题，强调藏人韧性源于历史传统，并重申中间道路是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区吉表示，选择在日内瓦举办论坛具有象征意义，人权议题应超越政治与地域界限。曾任美国土伯特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乌兹拉泽雅及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前特邀报告员尼古拉斯·勒夫拉特出席论坛并发言。与会多国议员与代表也表达了对土伯特自由事业的支持，强调人权具有普适性，任何地区的压迫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分别于本周致函祝贺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再次当选日本首相。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看到日本人民将信任托付于其卓越而有能力的领导，令人倍感欣慰。”并指出，在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之际，建立在慈悲与对他人福祉真诚关怀之上的领导尤为重要。尊者期盼高市早苗的当选能启发更多人，共同促进更加人道、合作与和平的全球社会，并祝愿他履职顺利，持续致力于建设更加慈悲与和平的世界。资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肯定高市早苗首相获得日本人民明确授权，并高度评价日本长期支持土伯特自由事业。而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也在贺函中赞扬日本深厚的民主传统，祝愿高市早苗在新的任期中充满智慧与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做出贡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爱沙尼亚议会于本周三2月11号通过了一项由议会支持土伯特小组提出的捍卫土伯特儿童权益之声明，共有67名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投票赞成，0反对。声明源于中国在土伯特推行大规模强制性的寄宿学校制度，迫使4至18岁藏人儿童接受同化教育，并与家庭分离，难以学习藏域传统文化。声明源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及欧洲议会此前已就相关同化政策提出的关切与谴责。声明谴责中国的同化政策及殖民式寄宿学校制度，认为该制度旨在消除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呼吁立即废除该制度，停止强制藏人儿童与家庭分离，并允许藏人设立私立学校。同时要求各国及欧盟推动外交官、记者与国际观察员进入土伯特实地调查，并呼吁各国议会通过类似声明，共同捍卫土伯特儿童的权益。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再次藏历2153年火马新年来临前夕，祝大家诸愿成就，幸福常在。罗萨扎西德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我们在新一年的节目中再会。